一般人对 NBA 球星的印象都是在球场穿着装，时尚场合又以帅气穿搭亮相。其实这背后有位穿搭推手，专门把明星改造成时尚新宠，但又不失个人球星特色，完美结合。该怎么把球星变时尚新宠？他很有一套。时尚专家瑞秋·强森，我的名字是瑞秋·强森，我是明星的时尚专家，也是汤马士设计公司的执行长。举凡詹皇、克鲁兹、凯姆·牛顿还有史陶德迈尔，所有潮流造型全出自他的双手。前 NBA 球星杰伦·罗斯就是他出世提升的第1号作品。时尚专家瑞秋·强森，罗斯是我第一次踏入原世界，这是进入该领域很美好的方式，因为我开始了解原的心理状态，所以我之后接触到的原就是詹皇，我是透过 J.C. 认识他。詹皇和詹皇合作是真的完全改变了 NBA 球星的穿着方式。不只要有时尚感，也不能少了球星味，该如何从中拿捏？瑞秋必须当起中间人，牵起2个产业线。时尚专家瑞秋·强森，所以我的目标是要带他进入这些精品品牌，然后打造出属于他的样子。所以当他出席记者会和有机会站在镜头前时，他就像是其他知名影星一样，会穿着一样的衣服。詹皇的成功例子迅速让瑞秋走红，他开始受邀参加服装秀，结果却发现模特儿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。时尚专家瑞秋·强森，克鲁兹是我第1位客人，勇敢对抗欧洲的精品市场，换上西装拿公事包。克鲁兹成为纪梵希2015年秋冬时装模特儿，之后又接下香水等广告，再创原事业巅峰。球星克鲁兹，我都叫他是我的时尚教母，因为无论何时我有问题，或是想讨论我想穿什么，我该穿什么，我都会问他。球星凯姆·牛顿，长久以来，在界里，原都被视为是身形大、强壮、男性化的人，然后没有什么型，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想打人。但现在有不同的管道了，让人们认识到不同的界。把好衣服放在球星身上，教他们如何配色，使用单品配件。瑞秋也让时尚产业端能够开发出大尺码，多了球星加持，也让高端品牌再现多元样貌。